继续来看南投德山有一群小朋友，伫落雨天的大街路边，压着雨伞，触着房仔车，有够危险。淡谷个落雨天，囡仔甲厝房仔车当作是交通工具，坐伫电管，搁伫车路震动。不过附近的店家拢看甲真紧张。坐着这样子滑啊，我就想说，那个好像没有刹车，不是很危险吗？很危险啊，因为雨也非常的大，而且这边车非常多。我有看到一个滑板，有2个小孩子。至少有7位小朋友伫同一个时间出现伫车路，唔但有人搁载别人，搁有人自己手是压雨伞的。除了烦恼的失控，伫车流量真济南投德山镇的市区，囡仔坐伫厝房仔车顶，真有可能驾驶无注意，就无看到会造成意外。你使用滑板车的时候，不容易控制方向跟改变方向，速度也没办法控制。到道路的这个交叉点的时候，就容易造成交通事故。警方嘛出面来提醒，若是真正因为用厝房仔车影响到交通，嘛根据现场的状况依法来罚钱。囡仔佮有爸母拢爱加注意。